我哋一齊睇啊！呢度可以行嘅彈乜嘢？我哋睇下第二個家房啦。呢度有吉他啦，同埋細吉他啊，睇下幾細。呢度係咩房？呢度係兩格嘅琴，可以使用乜嘢彈乜嘢，哆啦 A 夢都得㗎。呢個係吉他，可以彈咩都得。呢度有鼓，可以係不停打。呢度有AM，可以播呢啲音樂。呢度有低音吉他。呢度係馬騮嘅咩房？我帶你入去睇喎。呢度係打鼓，可以使用咩都得，使用都得，可以乜嘢打鼓都得嘅。呢度可以哆啦 A 夢 ABC 都得嘅。呢度有吉他 M， 你可以用嗰啲吉他連接呢個麥，就可以咁樣都得㗎，唔止咁樣㗎，佢仲有後邊鋼琴㗎，要兩層㗎，仲可以坐㗎。好，呢度係3個琴房。呢度可以人哋全部人都得嘅，可以錄影、考試乜都得，彈咩都得，做咩都得。到你啦。呢度仲有國家提供車，快啲過嚟打電話。